Hello 大家，我係雷叔。呢個係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嘅樂活人生系列，我哋一齊傾下屬靈人生、感情同健康真相。呢個系列講嘅唔止係退休，仲係人生後半場嘅感情、健康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，長期壓力，原來會偷走你嘅免疫力。香港人最叻一樣嘢，就係扮冇事。明明瞓得少，胃痛，皮膚又出疹，人哋問你：喂，你冇事嗎？答：冇啊，好小事嚟啫。結果呢啲小事日日積落去，變成一個大炸彈，慢性壓力 （chronic stress）。哈佛醫學院 （Harvard Medical School） 有篇研究報告話：Chronic stress suppresses the immune system，making the body more vulnerable to infection and inflammation。長期壓力會抑制免疫系統，令身體更容易感染同發炎。即係話，你越頂硬上，身體越頂唔順。我有個朋友阿強，退休前係銀行做 manager， 一開口就係我頂得順，再開口就係我唔嬲。結果有日佢唔係嬲爆，而係皮膚爆，全身出紅疹，痕到瞓唔着。醫生問：你最近壓力大唔大啊？佢話：我退咗休，邊有壓力啊？醫生笑笑口：退休都可以有壓力，叫無目標壓力。原來冇嘢做都係壓力嘅一種。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(NIH) 報告 ，stress hormones such as cortisol reduce lymphocyte count, lowering the body's defense against viruses。壓力荷爾蒙，例如皮質醇，會減少淋巴細胞數量，降低身體對病毒嘅防禦力。講白啲，你越煩，免疫兵就越少。你每日瞓覺前仲喺度諗，點解我仲未瞓得着？你就已經開始消耗免疫力啦。有冇聽過？人生最慘嘅唔係冇錢，係冇得放鬆。壓力唔會殺死人，但會慢慢偷走你嘅健康。你以為自己冇病，其實身體早就喺度報警。成日口乾壓力令荷爾蒙失衡，成日痕免疫反應亂晒龍，皮膚炎、濕疹出晒嚟，成日病淋巴球跌低，抵抗力下降，成日冇胃口皮質醇高令腸胃功能下降。哈佛健康 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仲指出 ，People under long-term stress take twice as long to recover from a simple cold。長期壓力下嘅人，就算普通感冒都要多2倍時間先痊癒。我試過有次拍片前感冒，心諗唔緊要，頂住。結果硬撐咗2個星期。後尾醫生話：雷叔，你唔係感冒未好，你係壓力未退。咁你話邊個叻過邊個？壓力叻過我哋，佢識得變身成任何病。皮膚炎、胃酸倒流、血壓高、失眠、免疫下降，全部都係壓力個副產品。如果話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？我就加一句：做人如果唔識放鬆，同煲湯冇咩分別，日日滾，遲早乾。所以哈佛健康建議咗3個簡單有效嘅方法，幫你減壓加提免疫。1. 交叉呼吸 （Mindful Breathing）。Mindfulness meditation lowers cortisol and boosts immunity。靜觀冥想可降低皮質醇，提升免疫力。其實唔使打坐到成個和尚咁，每日靜靜地坐5分鐘，深呼吸，吸氣，聞到希望，呼氣，放低煩惱。唔使誇張，我試過喺廁所都做到。2. 喐下身 ，Move your stress out。Exercise produces endorphins, the body's natural stress reliever。運動會釋放胺多酚，天然止壓力藥。你唔一定要跑步，散步、行街市、踩單車都得。記住，喐得幾多就健康幾多。3.
笑係最平嘅良藥。Laughter increases antibodies and lowers stress hormones。笑可以提升抗體，減少壓力荷爾蒙。有時睇啲笑片唔係浪費時間，係打緊疫苗。因為你笑嗰下，身體真係幫你出抗體。總結：壓力唔會即刻整死你，但會慢慢拆你個免疫防線。你越頂硬上，身體越撐唔住。要健康，唔止食好瞓好，仲要識放鬆。記住，你控制唔到壓力，但你控制到點樣應對壓力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更多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。活得自在，講真話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